喺人嘅經驗裏邊，死亡係最終嘅結局，係唔能夠逆轉嘅事實。但聖經卻係記載一件令人顛覆嘅事，一個已經死咗4日嘅人，竟然能夠從墳墓裏邊走出嚟。而喺呢件事之前，耶穌講咗一句好重要嘅說話。耶穌話：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今日我就同大家嚟睇下呢句說話嘅意思，同埋復活嘅主點樣顛覆我哋嘅生命，同埋對復活嘅理解。我哋一齊嚟睇經文。約翰福音11章1至3節，有一個患病嘅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瑪利亞和她姐姐馬大的村莊。這瑪利亞就是用香膏抹主，又用頭髮擦他腳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姊妹就打發人去見耶穌，說：主啊，你所愛的人病了。約翰一開始就交代咗故事發生喺馬大同埋瑪利亞呢個家庭，因為佢哋嘅弟弟拉撒路病咗啦，所以佢哋就派人去揾耶穌，求耶穌醫治。約翰特別提到耶穌愛呢個家庭，耶穌曾經多次探訪佢哋。但我哋要留意，約翰介紹馬大同瑪利亞嘅時候，馬大只係提佢個名，但瑪利亞卻特別提到佢係嗰位用香膏膏耶穌，又用頭髮擦耶穌腳嘅人。但瑪利亞用香膏膏耶穌呢件事呢，其實喺第11章仲未發生，而係喺第12章裏邊記載。咁樣代表第11章呢件事其實係引致瑪利亞喺第12章去做膏耶穌嘅其中一個原因。跟住第4、第6節，耶穌聽見就說：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神的榮耀，叫神嘅兒子因此得榮耀。耶穌素來愛馬大和他妹子並拉撒路，聽見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呢度係非常之奇怪嘅。拉撒路係耶穌所愛噶嘛，而家耶穌知道拉撒路病咗啦，冇即時去揾佢，反而咧就喺約旦河住咗2日之後，先至去伯大尼。咁當耶穌到咗伯大尼嘅時候，拉撒路已經死咗啦，而且係死咗幾耐呢？第14節提到係死咗4日。好多弟兄姊妹睇到呢度會有好多嘅問題，佢哋會問：點解耶穌要咁做呢？點解耶穌唔即時去救拉撒路嘅，仲要特意喺嗰度住咗2日先出發？耶穌係咪見死不救呢？耶穌嘅言辭當然有佢嘅原因啦。其實耶穌一早就解釋咗，佢話：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神嘅榮耀，叫神嘅兒子因此得榮耀。喺度不至於死嘅意思，唔係話拉撒路唔會死，而係死亡唔係最終嘅結局，死亡唔係呢段經文嘅焦點。耶穌嘅意思就係話，拉撒路嘅病係一個重大嘅意義，就係要顯出天父同埋耶穌嘅榮耀。榮耀係約翰福音裏邊一個反覆出現嘅核心主題。當耶穌行神蹟嘅時候，重心唔係神蹟本身，而係要顯出榮耀。透過顯出榮耀，耶穌希望人能夠真正咁樣去認識佢係邊個。所以約翰一早已經讓我哋知道拉撒路嘅復活係同耶穌嘅榮耀有關嘅。另外，耶穌嘅言辭第二個原因就喺15節啦。我沒有在那裏就歡喜，這是為你們的緣故，好叫你們相信。喺度提到嘅歡喜，唔係指耶穌為到拉撒路嘅死而歡喜啊，正正相反啊。因為稍後我哋會睇到耶穌因為呢件事而喊嘅。耶穌所講嘅歡喜係因為門徒可以從中得咗一個好重要嘅教導。呢個就係信心，所以簡單嚟講，耶穌冇即時去醫拉撒路，係為咗顯出神嘅榮耀，以及讓佢跟從佢嘅門徒有更大嘅信心。咁當馬大知道咗耶穌嚟啦，就喺耶穌仲未進入村之前呢，就去迎接佢。21、22節，馬大對耶穌說：主啊，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現在，我也知道你無論
向神求什麼，神也必賜給你。喺度，我哋可以感受到馬大係帶住悲傷，亦都帶住少少嘅埋怨，同耶穌講，好似佢嘅意思就係：耶穌，我已經派人嚟揾你啦，你去咗邊啊？點解你咁遲先嚟啊？如果你早啲嚟，我嘅弟弟就唔會死啦。雖然馬大俾人一種感覺係較負面嘅印象嘅，但我哋首先嚟肯定佢個信心先。因為佢相信咧，耶穌能夠醫好佢弟弟個病嘅，只要佢未死。咁但第22節係咪表示馬大都相信，就算拉撒路死咗啦，耶穌都能夠叫佢從死裏邊復活呢？未必，因為39節提到，當耶穌叫人拎開拉撒路墳前嗰個石頭嘅時候，馬大係想阻止啊。佢同耶穌講話，他現在必是臭了，因為他死了已經4日。咁係咪代表馬大完全冇信心呢？亦都唔係喎。呢度其實有少少叫做微妙嘅，因為喺24節馬大講佢係相信將來嘅復活嘅，即是表示話佢對神嘅認識咧係有根基嘅。佢相信咧神最終咧係會咧讓佢嘅弟弟咧係勝過死亡嘅。但佢仍然未有足夠嘅信心去相信咧，耶穌而家就會叫拉撒路復活啦。咁雖然係咁，佢亦都唔係完全嘅絕望。佢心裏咧仍然相信咧，耶穌可以做一啲嘢嘅，而佢自己都唔能夠講清楚係啲乜嘢啦。跟住接着耶穌就應許佢嘅話，佢嘅弟弟會復活。當時咧，馬大仲以為咧耶穌係指將來嘅復活，但其實馬大係誤會咗耶穌嘅意思啦。所以耶穌就喺25節咁樣講，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呢句話原文嘅意思更準確嘅翻譯就係：我就是復活，我就是生命。我是其實喺約翰福音裏邊有一個好重要嘅用語嚟嘅。耶穌多次都用我是嚟表達佢嘅身份，呢個咧係呼應舊約出埃及記裏邊神嘅自我啟示，顯明咧耶穌嘅神性。所以咧耶穌嘅意思咧唔係話佢能夠叫人復活，而係佢本身就係復活同埋生命嘅源頭。所以冇咗耶穌咧就冇真正嘅復活。跟住26節，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喺度講嘅不死唔係指唔會經歷肉身嘅死亡，而係唔會進入永遠嘅死。第17節，馬大說：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嘅兒子，就是那要臨到世界的。經歷咗耶穌教導之後，雖然馬大嘅信心嘅程度仍未到達咧，佢去相信耶穌能夠叫拉撒路即時復活，但佢對耶穌嘅認信咧，其實已經唔簡單。馬大認信耶穌係基督，係神嘅兒子。喺耶穌傳道嗰陣啊，咁樣咁清楚去確信耶穌身份嘅人咧，其實唔多㗎。我哋淨係睇到彼得咧曾經有類似咁嘅確信，但馬大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喺神蹟，唔係喺神蹟之後去相信，而係神蹟之前。馬大喺度話佢信，而用嗰個信係用完成式表達，即是表示話佢係已經相信啦。之後我哋嚟睇下瑪利亞同耶穌嘅對話啦。32節，瑪利亞到了耶穌那裏，看見他就俯伏在他腳前說：主啊，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咁瑪利亞同馬大咧都係講住同一句説話㗎，但係表達咧嘅方法好唔同啦。瑪利亞咧係俯伏喊住咁講嘅，而馬大咧只係企喺度同耶穌咁講。而最特別嘅就係33節咧，約翰記錄咗耶穌嘅情緒反應。耶穌見到瑪利亞喊啊，心裏就悲嘆，又甚憂愁。喺度嘅悲嘆咧，其實唔止係難過嘅意思，係帶點激動甚至憤怒嘅意思㗎。耶穌唔係喺度好冷靜咁樣係悲傷，而係內心咧被深深嘅觸動，從而對死亡去表示憤怒。跟住35節係一個非常之震撼嘅一節啊，只有4個字嘅啫，就係耶穌哭了。
可能弟兄姊妹會問啊，其實點解耶穌要喊呢？耶穌都知道佢之後會叫拉撒路復活㗎啦，咁耶穌做乜要喊呢？耶穌嘅喊唔只係因為拉撒路嘅死而喊啊，而係耶穌感受到死亡帶俾人痛苦，因此佢喊。跟住38節，耶穌又心裏悲嘆，來到墳墓前。悲嘆呢個詞語又再次出現啦，顯示耶穌喺行神蹟之前呢，仍然帶住一種咧對死亡嘅不滿啦，同埋憤慨嘅。咁當耶穌叫人拎開拉撒路墳前嗰個大石嘅時候，馬大就想阻止耶穌啦，但耶穌就咁樣回應啦。40節，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嗎？呢句説話咧，其實呼應第4節啦。神蹟嘅目的係顯出榮耀，同時亦都建立門徒嘅信心。耶穌再提醒馬大，神蹟唔係先睇見而信嘅，而係要先信之後先至會睇見。最後就係43同埋44節啦。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叫說：拉撒路出來！那死人就出來了。耶穌咧就用咗佢權柄，叫拉撒路咧從死裏邊復活啦。咁樣好多猶太人咧，因為見到耶穌行嘅呢個神蹟咧，就信耶穌啦。好啦，而家我哋嚟思想呢段經文嘅應用。第一點就係從相信到更深嘅相信。喺約翰福音裏邊啊，信心咧唔係一次性嘅表示啊，唔係淨係停留咧信或者唔信呢個層面嘅，而係一個持續不斷成長嘅過程。呢個亦都係耶穌今次行神蹟嘅目的。喺第15節，耶穌話：我沒有在那裏就歡喜，這是為你們的緣故，好叫你們相信。咁當時門徒其實已經信咗耶穌啦。但耶穌要佢哋嘅信心咧，係再被提升啊！所以耶穌延遲去馬大同馬利亞嘅屋企，等到人喺最絕望嘅時候，耶穌先至行神蹟。為要嘅就係叫人知道神嘅大能，亦都讓門徒去真正認識耶穌係嗰位復活嘅主。當時其實猶太人有一種諗法，認為人死咗之後咧，靈魂會喺3日之內喺屍體嘅附近徘徊，等待甦醒嘅機會。但到咗第4日咧，就冇任何嘅希望㗎喇。所以耶穌容許呢件事發生咧，唔係要門徒從唔信變成信，而係要佢哋從已經相信到更深嘅信，從表面嘅認識咧到真正嘅確信。門徒嘅信心嘅成長咧，喺唔同階段咧，其實係用唔同嘅方法嘅。有時我哋嘅信心咧，喺事情順利嘅時候咧，去建立嘅。例如主聽咗我哋嘅某個祈禱啦，我哋對禱告嘅信心咧就增加啦。但有時咧，信心卻係喺困難裏邊同埋挑戰裏邊咧被提升同鍛鍊嘅。而且喺事前咧，主唔會將佢鍛鍊我哋嘅計劃咧，全部清楚俾我哋知道。就好似主延遲去到伯特利，佢都冇事先向馬大同馬利亞去解釋啊。如果喺呢段時候我哋對主嘅信心不足呢，就會出現好多錯誤嘅諗法啦。例如我哋好自然就會諗啊，主係咪真係愛我哋呢？佢係應該去保守我哋嘅，讓我哋遠離呢啲困難啦、痛苦啊，叫我哋唔失去啊。又或者我哋會諗啊，主點解唔聽我哋嘅祈禱呢？佢係咪唔再愛我哋呢？呢段經文呢，其實從一開始呢，就讓我哋睇見一件事啦，就係被主所愛嘅人呢，仍然都會病，仍然經歷困難，甚至呢會進入我哋最唔願意面對嘅處境嘅。我唔係話每一個發生喺我哋身上嘅苦難啦，背後嘅原因都係主為咗鍛鍊我哋嘅信心。有啲嘅苦難係冇得解釋嘅，有時咧主延遲聽我哋嘅祈禱，佢都未必會同我哋解釋。但呢段經文提醒我哋喺面對苦難嘅時候，或者禱告未蒙應允嘅時候，唔好懷疑主嘅愛啊。約翰已經多次提到耶穌愛馬大、馬利亞、拉撒路呢個家庭啊，唔止係約翰嘅解釋啦，其實我哋喺經文裏邊都睇得到㗎。喺
喺苦難裏邊，耶穌仍然關心呢個家庭。耶穌走進佢哋嘅傷心之處，同佢哋一齊喊，同佢哋一齊。同樣，耶穌都唔係一位去冷酷，唔係一位冷酷嘅教練咯，唔理我哋嘅痛苦同埋掙扎，淨係識得無情咁要求我哋進步。耶穌咧必定看顧我哋，亦都咧必定同我哋同在。信心被提升嘅過程啊，有時係會感到痛苦嘅，但耶穌讓我哋知道呢個都係值得嘅，因為我哋能夠咧去睇見咧神嘅榮耀。40節，耶穌話：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嗎？要睇見神嘅榮耀啊，就必須喺事前仲未改變之前啊，喺神蹟仲未發生之前就已經相信啦。唔係先睇見然後信啊，而係先相信之後先睇見。當人睇見神嘅榮耀嘅時候啦，就會真正嘅認識佢。就好似初時馬大已經對耶穌有正確嘅教義上嘅認識啦，但耶穌要佢嘅唔止停留喺頭腦上嘅明白啊，而係要真正知道耶穌係邊個，真正經歷佢係嗰位咧復活同埋生命。而耶穌對我哋嘅要求都一樣，我哋唔止係頭腦上知道佢係神，而係親身去經歷佢嘅大能，見到神嘅榮耀。第二點，喺情緒裏邊遇見主。喺耶穌叫拉撒路復活之前啊，耶穌咧就同馬大同瑪利亞有兩段嘅對話。如果我哋將呢兩段對話做一個比較咧，就會睇到一個明顯嘅分別。耶穌同馬大嘅對話係較多神學性嘅。耶穌喺嗰段對話裏邊清楚宣告佢係復活同埋生命，讓我哋認識到佢嘅身份啦，亦都讓我哋明白門徒喺信心上嘅成長。但當我哋嚟到瑪利亞嗰段呢，就發現完全唔同啦。耶穌同瑪利亞嘅對話幾乎係冇神學嘅討論嘅，而係充滿情感嘅流露。馬大係企住咁樣同耶穌講嘢嘅，瑪利亞就俯伏喊住同耶穌講，佢話：主啊，你若早在這裡，我兄弟必不死。喺馬大嘅段落裏邊，神學嘅教導係重要嘅，但瑪利亞段落裏邊呢，就讓我哋深深感受一件事：耶穌唔單止係復活嘅主，佢更加係與受苦嘅人同在嘅主。當瑪利亞喺主面前喊嘅時候，耶穌咧其實係冇否定佢嘅情緒嘅。耶穌冇話：唔好喊，等陣我就會叫拉撒路復活啦。耶穌都冇去糾正佢，叫佢用信心去取代眼淚。相反，聖經話俾我哋聽，耶穌睇見佢喊就心裏悲嘆，有甚憂愁，甚至自己喊埋一份。喺度讓我哋睇到情緒本身並唔係問題，情緒係神俾我哋嘅禮物。當傷心嘅事發生，情緒嘅流露係正常嘅，亦都係健康嘅。耶穌係一個完全嘅人，而佢都讓我哋睇見一個完全嘅人都可以有情緒。但同時，耶穌嘅情緒唔係失控嘅，佢唔係任意喺度發泄，而係喺真理之下表達出嚟。所以問題唔係我哋有冇情緒，而係我哋係咪帶住情緒嚟到面前，讓神去帶領我哋去面對。有啲弟兄姊妹會覺得有傷心有難過就代表信心唔夠，好似真正有信心嘅人就唔應該有情緒嘅流露。但呢段經文話俾我哋知，咁樣嘅理解呢係唔完整嘅。耶穌冇否定瑪利亞嘅情緒，亦都冇要求佢先整理好自己啦，先至去到佢嘅面前。耶穌讓人帶住最真實嘅狀態嚟到佢嘅面前，而且耶穌自己亦都進入人嘅痛苦裏邊。但同時我哋都要小心啦，唔好走去另一個極端，就係讓情緒完全主導我哋。有時我哋會用情緒去解釋神嘅，好似當事情唔係我哋所願嘅時候，我哋會咩？會感到失望，然後覺得咧神唔愛我哋。當禱告未蒙應允嘅時候，我哋心裏會難過，跟住咧就會開始懷疑神係咪仍然眷顧我哋。
另一方面咧，有啲人就會用真理咧去壓抑情緒啦，覺得既然係神愛我哋就唔應該難過啦。既然我哋要有信心咧，就唔可以流淚啦。但聖經係冇咁樣教導我哋㗎。耶穌既然冇用情緒去取代真理，亦都冇用真理去壓抑情緒，佢係喺真理裏邊真實咁樣去活出情緒。因此，一個健康嘅門徒唔係冇情緒啊，而係帶住真實嘅情緒嚟到主嘅面前，讓真理去引導我哋嘅情緒。所以，當你難過嘅時候，你可以喊；當你唔明白嘅時候，你可以問；當你心裏有掙扎嘅時候，你可以去到主嘅面前，因為主唔單止係嗰位復活嘅主，佢更加係與受苦嘅人同在嘅主。第三點，復活唔只係將來。約翰福音呢，常常用一個手法，就係人呢先誤解耶穌嘅説話，然後呢，耶穌就帶出一個更深嘅屬靈嘅真理，好似尼哥德姆誤解重生，跟住撒瑪利亞婦人誤解活水，而約翰福音第11章呢，就係講到馬大誤解復活啦。咁當馬大提到復活嘅時候，佢嘅理解呢，其實係冇錯嘅，因為當時猶太人主流復活觀念呢，佢哋係相信呢將來嘅人死咗呢會身體嘅復活，所以馬大對復活嘅理解呢係停留喺將來嘅事，係未來嘅事。但耶穌卻係將佢嘅焦點呢帶翻到佢身上。耶穌話：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意思就係復活唔只係將來發生嘅事件啊，而係同耶穌呢位生命嘅主呢分唔開嘅事啊。即是話嗰個將來嘅復活呢，已經可以喺耶穌身上咧開始啦。其實今日咧好多華人基督徒咧對復活嘅理解咧都同馬大咧係好相似㗎。今日華人基督徒大致可以有3種常見嘅復活觀念。第一種就係相信咧人死後靈魂不滅啦，人咧就唔需要身體嘅，因為咧靈魂咧已經提升到一個超越身體嘅狀況。其實呢個觀念咧係比較近一啲嘅宗教啦同埋文化啦嘅諗法嘅，呢個並唔係聖經嘅教導嚟嘅。第二種咧就係馬大嘅諗法啦，佢相信咧復活係將來發生嘅事啊，到時主咧會俾我哋一個復活嘅身體啦。從呢個咧都係聖經俾我哋嘅盼望嘅，呢個係正確嘅，但係只係未完全嘅啫。第三種咧就係跟從耶穌嘅教導啦，相信復活咧唔只係將來嘅事，而係當我哋同耶穌連結嘅時候，復活嘅生命咧已經開始喺我哋裏邊啦，但仍未完全。身體嘅復活咧仍然要等到將來最終嘅盼望。咁可能弟兄姊妹會問：咁有啲咩分別啊？最重要將來復活咪得咯，係咪？咁如果我哋只係停留種第一同埋第二種嗰個復活觀咧，其實我哋好容易不知不覺會認為今世嘅生活咧唔重要啦。我哋淨係覺得咧信耶穌咧只係為咗將來上天堂。我哋嘅盼望咧就會變成主快啲嚟接我哋啦，離開呢個世界啦。咁樣呢個信仰咧就會變成係一個將來嘅盼望，但今世咧就冇力量，甚至我哋咧同我哋咧現實嘅距離咧會有啲抽離。但耶穌話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呢句説話嘅意思咧就係講將來嗰個復活咧已經喺耶穌身上出現咗啦。耶穌嘅意思唔係話否認末日嗰個復活，而係邀請我哋而家將焦點放翻喺佢身上，同佢連結，讓我哋咧喺佢裏邊咧去經歷到復活嘅生命。因此復活咧唔係死後嗰個盼望啊，而係今日嘅力量，係已經開始咧係影響住我哋嘅生命。讓我哋咧喺現在就可以喺耶穌裏邊咧揾到嗰個安慰、力量同埋盼望。而耶穌咧其實都係咁樣對人嘅，就好似佢面對瑪利亞嘅時候，佢冇用神學咧去壓抑佢嘅眼淚，淨係同佢一齊喊。所以耶穌係復活嘅主嘅教導咧，唔係叫我哋唔再傷心啦，而係讓我哋喺傷心嘅時候去咩？去緊緊去找住主。
所以當耶穌宣告咗佢話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最後佢就挑戰馬大咁話：你信這話嗎？弟兄姊妹，其實耶穌今日都同樣問我哋：你係咪相信同耶穌連結就能夠開始經歷到復活嘅生命？你係咪願意喺困難裏邊，喺耶穌裏邊去表達自己嘅內心情緒，然後喺耶穌裏邊揾翻嗰個安慰、能力同盼望？你係咪願意喺今日就讓耶穌繼續去更新你，去改變你，去提升你嘅信心，令到你嘅生命成長，去見證佢，去榮耀佢呢？願我哋喺呢個復活節裏邊明白復活嘅道理，讓我哋去經歷到復活嘅生命。願主賜福大家。